爬山爱台湾，住台湾的人爱台湾是天经地义的代志。爱爬山的人对台湾山脉的水有较深入的了解，比起一般的民众，自然阁加添一份疼爱台湾特别无同的心情。台湾四边拢是海，是一块高山的岛屿。面积虽然无偌大，毋过山地占全岛2/3以上，顶悬敢若3000公尺以上的悬山就有200几座。中央山脉、雪山山脉、阿里山山脉、玉山山脉甲海岸山脉由南到北，峰峰相连，算袂完。为低海拔、中海拔到高海拔的山峰，涵盖着热带、温带到寒带多元阁丰富的动植物生态。这款情形伫全世界非常罕见，莫怪外国人看到台湾，拢充满惊奇、欢喜甲赞叹，甲伊称呼做 Formosa。台湾的山脉真水，阁真有特色。一般的来讲，大概分做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悬山，海拔1000到3000公尺的中级山，以及海拔1000公尺以下的浅山。真侪热爱大自然的人，会当按照家己的年龄、体能、经验、兴趣以及假期长短等等无同的需求，选择适当的山去亲近。看要一天来回，也是2天、3天，甚至搁较长的时间，拢非常方便。最近这1-20年来，社会风气改变，民众愈来愈重视休闲、运动甲保健，旅游的品质嘛对咧提升。进前迄种挂香团、买油仔团、采果团、落车放尿、上车困的游览方式，渐渐已经较无受欢迎。真侪人甘愿行出户外，去接近大自然，流一寡汗，释放身心的压力，顺续好好充电，通伫暂时的休困以后，有充沛的活力继续拍拼。有人选择拍球，有人选择骑铁马，有人选择走马拉松等等。其中上侪人参与的，应该就是爬山啦。拄好台湾这粒宝岛有真侪悬悬低低无同的山，正好满足各地民众的需求。咱注意甲看，每逢较长的假期，花近市镇的浅山，四季拢嘛是爬山的人群，为了一行数十名，为了3个、5个做伴，脚趾后排排啊，手举爬山的拐啊，哪行哪开讲，看到美丽的风景，阁会摕相机也是手机啊停落来翕相，摄取高水可爱的影像。若是去到中级山，特别是国家公园的风景区，民众阁较是沉沉去遐爬山、运动、吸收松拿的熏陶精，接受自然的洗礼。有几摆的机会，伫前辈山友的鼓舞下，我这个标准的路马骹，食着好担药啊，嘛甲人去爬3000公尺以上的悬山。本地叫是无啥人咧，哪知影爱山拿性命的人遐尼济。前辈讲，预定要爬100岳的人，若毋是自信有法度单攻当日来回，有超级体能的勇脚马，一般的人成个月前就爱先甲人排班抽口啊，抽到山屋的，才会当顺利启程。若爬若休喘，忍耐着骹骨的酸痛，真无简单。总算爬到山顶啊，甲牌仔下落来，啉一喙茶，徛伫三角点附近看向山骹。哇！我徛伫上悬的山顶呢，四周围拢无遮杂，视野有够赞。
面头前规山坪皆是青色的，发觉那草坡的剪竹，坚强的玉山圆壁，徛挺挺，伊是毋惊炎日甲霜雪的斗士，令人敬佩。山骹一簇一簇开甲水抹抹的花蕊，有白色的，嘛有粉红仔色的，甲春夏交接的山岭，装塔甲袂输仙境一般。迄就是出名的台湾高山道观啦。天气真好，经验丰富的山友，若像点名一般，轻轻松松就记出倒一支山伫倒一个方向。我徛伫悬悬的山顶，看向半山腰飘来飘去、滚甲无时停的云雾，幻想家己就住伫云海顶头，雄雄煞有一种远离凡尘的感觉。啊，台湾的悬山实在有够迷人，有够水。现此时，台湾爬山的风气已经形成啊，无论是郊区的千山、海拔较悬的中级山，也是出名的百岳，一年四季到处拢有爱山人士的形影，这是真好的现象。透过爬山运动的形成，爱互山林知识的宣导，以及山友之间经验的传承甲交流，有愈侪人认捌山脉无共季节的美丽风貌，顺续了解台湾真正互人欣赏的所在，对心肝内自然慢慢产生一种疼台湾、爱台湾的深情。爬山爱台湾，爬山顾健康，爬山确实是一种真好的运动，鼓励大家尽量半工行向山野，行向大自然，一定会赚到健康甲快乐，嘛赚到一份疼台湾的心。